2023年全国运动会10月21到26将伫台南举行，总共35项的竞赛种类，将伫49位的竞赛场馆来竞赛，包括辖区内有41位，其中8位必须要借用外观区。对此，议员关心场馆的整修状况。中央给我们2亿1千万，对，我们自筹2亿8千万，对。那你刚才提到说，我们整个场馆训练比赛的场馆，我们花了2亿8千万，那2亿1千万做什么？因为有一些是赛事，有一些是场地的整修，所以不是，我现在就是说，你刚刚有跟我提到嘛，我们整个场馆的维修那个整理是2亿8千万嘛，对，就刚好2亿8千万都是用在场馆维修，对，这个部分是场馆维修的部分，对。对。那中央给我们2亿嘛，2亿1千万嘛。2亿1千万是包括赛事的，包括场地整建的。场地整，所以你的2亿8千万不是全部市预算，有包括中央预算。对对对。除了场馆的问题，另外身为全运会地主队，有议员关心这届全运会的成绩以及得奖的奖金。以顶届25面的金牌，局长有信心这届目标30面金牌。总奖牌100面以上。上一届是夺了多少牌啊，局长？25面金牌，21面银牌，43面铜牌。好，那局长，我们这一次我们是地主队哦，有没有信心在这些奖项在夺牌上有些突破？我的目标就是30面金牌，然后奖牌数超过100面。奖牌数超过100面哈，30面金牌，奖牌数超过100面哈。那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啦，希望说我们今年可以有好的成绩哈，大家也都很期待啦哈。所以我们希望金牌可以增加哈。刚才讲的奖金还是要再给选手更多的鼓励啦。我想不管是金牌、铜牌、银牌哈，选手夺牌都不容易，都希望能够给他们更多的一些鼓励啦哈。另外，在赛事转播的方面，目前预计总共转播200多场。其中体育署协助转播140场，除了划船、蜻蜓，因为需要空拍机的转播较麻烦，其他拢会用以实况来转播，让市民会用在第一时间为选手来加油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